早就来操王府啊？安怎？讨厌外心，安尼阮来转。哎呀，姜伟，我敢若讲你一句尔，你安尼活咧就要转去？你这个小姐的脾气，敢袂伤过激？我这个人是毋是足歹伺候的？确实足歹伺候。甲你讲啦，人伫咧讲10个小姑，有9个拢嘛是歹伺候的呢。我袂甲你两个缘分哦，你较莫踮咧我的面头前，伫咧叫歹头。哦，要若安尼讲，等你缘分拜长了后，再过来对我好，安尼敢袂伤慢啊？古早人有一句诗，人伫咧讲三日入厨房，洗手做羹汤，微暗果实性，深浅小果上。所以啊，你若是以后才要来对我这个小姑仔好，安尼吃亏的是你家己哦。好好，你爱拜威风，就互你较威风咧。邱姑娘，请坐。邱姑娘，请你用茶。啥？你也敢甲我比做活动事？好，我今日一定要甲你拍。我才做啥？我教。对啦，兄妹，你透早就来操王府，绝对毋是来看我，一定有啥物代志着。互你摇着啊！我是奉着阮六哥的命令来这要见曹王爷，见过王爷了后，我心肝内足想你的，所以毋得来绣房看你。逐房来找阮兴旺，是毋是为着着路迄封信？也莫怪六郎伫咧担心，迄张批内面毋知是写啥物，竟然偏偏落伫咧潘林美的手中。查姐姐，你即阵就咧替阮六哥烦恼啊？可见做杨家将的某囝，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呢。杨家将每一个拢是知影为国尽忠，一旦国家若是有困难，伊就抛弃妻子，连目头嘛袂去割一个。这才是我下定决心要嫁伊的原因。这是安怎讲？
你想看，一个查甫人，若是规工踮咧某囝的身躯边，安尼伊敢会出脱？哈？少年，这位死掉的老人，虽然伊千里迢迢将身送到位，伊到底也是一个善野的樵夫。你是有官职在身的人，这么重礼甲伊叩拜，你是颠倒害伊阴魂不安啊！母亲，你唔知影？对喏，伊对待咱娘家的大恩，伊若莫讲是得病离亡，害你会将伊当作亲父亲一样来对待。对喏的随时，伊照出心中的爱国，待丈夫啊！放作的海里啊，总一个阿妈好海里啊，免得比啊肥，伊个也看因啊。这亡夫啊，照顾的冤家的辛苦啊。若无会着哪会后温事，燕子会强难咯，花惊死的，如此的恩义。比海深啊，写是永远甘在心阮杨家的伊拉嘞，阮母亲烧香来拜寿，这个大恩哪里拜寿大恩人啊！照你，对老中，伊是咱杨家的大恩人，在伊悲痛得要临终的进前，又搁亲亲将批送到位。我想这一定是事关紧急，你母亲，
我也拜托上曹王爷，向伊破林美推往陪信。呀，潘国忠哪也无来见我？禀王爷，潘国忠已经进宫去了。启朝皇上，潘国忠进宫请安。你甲讲，朕无愿意甲伊见面。遵旨。咱虽然还未掠到伊的证据，但是潘仁美害死杨家昌的代志，朕已经相信有7、8分了。呀，若安尼，父王你为什么咱唔下旨，将潘仁美改下兵权，收入天牢呢？王爷啊，潘妃贤德无敌，此后朕已经有3年，在还未掠到伊的证据之前，我是皇你明白你的意思。皇爷，朕身体这么沉重，你料理国政，就要用心批发造证，大小代志，千万都唔通耽误哦。哈哈哈哈，批得真好，真好，简明扼要，中肯得体。王爷过奖。王卿，想袂到你有这么高的才华，今后你就留在御书房中辅助本宫。多谢七王爷。老夫到后宫要皇上问安，皇上竟然无要甲见面，分明是皇上无相信讲杨家将行了。国忠，放心啦，只要迄张批若到位，皇上就会相信，同时也会继续来挑衅你。哦，对啦，王钦啊，我命你找萧太后，赶紧写上批信，你是毋是有甲催也无咧？国忠，我昔日已经用飞鸽传书来互萧太后，叫伊故意写一封的串通信来互天保府的佘太君，叫佘太君带着天保府所有的媳妇到北辽国甲杨凌公团圆，然后嘛故意叫送批人将迄张批落在我的手中，也若安尼，杨家必然会遭受抄家灭族。哦，哈哈哈哈哈！王钦啊，要哪里死讲？顶一日死掉的老大人，毋就萧太后派来的咯？哦，呾，萧太后的书信已经送到位咯。好，无错，这是大辽国宫中御用的信封，这个封口有一个御用的金花印。来，
今仔看嘛，看内底配写什么意思？国中，袂用个甲伊离破哦。这个义乡的金花若互你离歹去，如何来处信皇上呢？哦，对。曹爷驾到！国中，曹爷必然是为着这张批来的。曹爷的小妹甲杨元昭订婚，当然哦，也为杨家将出头啊。曹爷驾到，又是阮用，请下座。有必道理，潘国忠，本王已经是离厝来访了。王爷，请坐。曹王爷，你此到来，敢是为着乡的批示？无毋对，迄张批乃是天保府之物，请潘国忠看在本王的面上，将迄张批来行杨家。王爷，你敢知迄封的批信是啥物人寄来？什么人呢？那是北辽萧太后。有可能，杨家将免来去甲萧太后通信。王爷，请看，封口的金花，这若是北辽萧太后将来御用的金花，有这个批信为证，杨家将汉反之事，敢会是假信？曹爷，连你也唔相信？我毋是毋相信，着喏送迄张批来天保府的时阵，是叫九妹甲玉霜断着，这是事实的代志啊。潘林美将迄张批来捡走，而且信封的顶面还阁有辽江御用的金花印，是本王亲目睭看到的。元昭，你想看觅，这敢有可能是假信？那安尼杨家将，汉阮是真的？我毋是这个意思。去讲看做哦，不分落水已清客。我劝你切莫拿阮兄，为紧求得查真情，无非着喏受利用，了后逼伊这嘛有可能。对无可能，无是暗予我生命啊，是有必要临死也不准行。无非着喏是一个中好人，受骗咱你变假真，伊若受骗送假。暗中之事是好人，王爷当初玉印献那君前啊，有阮白囝做头天，一家不成又事变。心中有灾，是必
潘林美，若无将着杨家杀尽必绝，伊绝对是唔甘心。迄拢假信，这是分明伊第二层的阴谋啊！哎呦，明天5更早，潘林美就要进宫，将迄张批来献落七王爷咯。莫非阮杨延昭为着迄种的假信，又要深入冤家，饱受苦役？延昭，后果不只是安尼，叛国通敌，罪及三族。虽然讲你有义士的免死令，但是恁杨家也难道终生被禁在牢中啊！海妹，海得将我杨家交互你无？为什么太报仇？什么呀？你看你这个，你就是等于讲你通敌的死罪咯！你安尼，敢会当对得起你为国尽忠立誓的父兄？敢会当对得起老古同性？你别灰心，本王即刻就来去记伊8000岁。只要伊8000岁，才有法度对七王爷的手中将迄张批讨夺回来。七王爷，你甲杨家真是真深厚，发现了廖公迄个禁血，你心肝就会怀疑，无说8000岁。实事，北王兄伊若是有怀疑，唔肯去摕迄张批转来，也若安尼，我插着定。甘愿用我的性命来为恁杨家将担保。好煞！杨家将为保护王尽忠立誓，伊要哪有可能含冤？不叫一点相信。天后，好啊，别搁讲去。王爷，昔日潘国忠掠着一个奸细，在伊的身上敲出一张的批信，不能将批信拍开来看，便已混淆。批信？是啊，天后，掠着迄个奸细。伊亲嘴咧讲，神神咧送给天宝府，殿下，请看。这乃是萧峰大了讲，萧太后亲笔信，也是以廖公御用的金花印为证。